弟兄姊妹，心靈珍寶今日嘅主題係與主同活，到他面前向他禱告。主為我哋死嘅目的係叫我哋無論醒着睡着都與他同活，即係同主十分親近。佢同我哋成為一靈，同我哋過最深情愛嘅生活，彼此分享所有。佢成為我哋喜樂嘅泉源，又不斷供應我哋，成為我哋勝過一切嘅基礎。甜美日程幫助我哋終日同主同活，當中有好多短禱，幫助我哋同主心連，更深向住佢，以致心靈變化同埋提升。短禱背後講出厲害嘅真相，亦都表達我哋嘅心，所以會帶嚟好大嘅祝福。我睇帖撒羅尼迦前書第5章第10節，真係感人同埋動人嘅話。他替我們死，叫我們無論醒着睡着都與他同活。真係太寶貴，主佢死嘅目的。醒着就係我哋今生，如果你死咗就係睡着啦，但係你係睡着咗，唔係唔活着嘅，你反而係與基督同在，好多無比。即係簡單講，即係無論我哋今生就永恆，主佢死係好要一樣嘢，就係我哋幫佢同活。咁呢個同活幾咁親近咧？咁咧有其他聖經講咗，佢就喺主嘅心裏邊。個同活係點嘅生活咧？雅歌書講俾你聽，喺最深個情愛生活，佢幫我同活，呢啲講埋咗。自然幫我同活咧，亦都佢幫我哋分享佢所有，我哋都幫佢分享我所有。呢係主佢死嘅目的。呢活得幾埋啊？即係最深最深嘅聯合，超過葡萄樹幫枝子，超過地上二人成為一體。而家係佢幫我哋成為一靈。呢個佢每日嘅學想，今天嘅晚上，今晚你喺床上，聽日嘅朝頭早，聽日嘅下晝，聽日嘅晚上，每一秒鐘佢愛緊你，佢都有個渴望表，我哋幫佢同活，我唔係單獨嘅個生活，但係幫佢過聯合生活，佢成為生命嘅供應。佢每秒鐘愛緊我哋，每秒鐘佢學想幫我哋係最埋嘅一齊生活。我親愛的，他替我們死，叫我們無論醒着睡着都與他同活，都與他同活。呢個係佢走上最痛苦十字架嘅目的，佢付出佢自己。He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to me, that he can give himself to me, that we can be closest together and live forever, and really living happily forever. 主最大痛苦要帶嚟佢自己同我哋最大嘅喜樂，永遠唔會再孤單，冇嘢能夠隔絕。呢係佢前面嘅喜樂，係咁美麗嘅同學，咁有情嘅同學，
因為做永恆真榮真甜，無限創意嘅愛計劃，呢係我哋今生或喜樂嘅泉源，我勝過一切嘅基礎，就因為佢自己，佢喺我心裏邊成咗榮耀嘅盼望。佢覺得值得為我死，唔單值得，要睇福音書嗰種佢迫切，真係太寶貴。佢已經搞掂咗罪嘅問題，使我哋能幫佢過埋。佢住喺我裏邊，就證明我一切罪冇晒，而家要解決咗罪嘅問題。今日嘅問題就係我哋有冇嚟到佢面前？有冇喺佢面前？神對亞伯拉罕講：佢喺我面前做完全人，我喺佢面前，我先能夠咧心歡喜，靈快樂。喺佢面前有滿足嘅喜樂，喺右手有永遠嘅福樂。佢係我心裏嘅力量，佢係福分，直到永遠。我咪得咗一道理，喺活生生嘅主。晝夜幫我係最近一齊，佢就我晝夜供應，我冇第二個源頭得着供應，我冇第二樣嘢可以幫到我勝利，佢就係我嘅勝利，佢就我誇耀，佢就我供應，我冇路走，我只有到佢面前，喺佢面前。我哋就咩狀態都能夠起嚟，都有抬頭嚟。佢就咁榮耀嘅救主，但寶貴佢唔單係救主，佢係我嘅真愛嘅。佢咪救咗我算咗，佢救我有個目的。呢目的係佢從緊固嘅愛慕，係最滿足佢同我哋心，一個最深同最榮耀嘅相愛。就分享佢你一齊，即係太寶貴，我唱多次啫。我親愛的，他替我們死，叫我們無論成長衰長，都與他同活同活，都與他同活同活，就太寶貴。佢話成了，真係我幫佢咁樣活，直到永恆，再冇罪嘅問題。弟兄姊妹，今日係完全係就係你到唔到面前嘅問題。咁所以你寶貴嗰個甜蜜情，即係幫助你。就要幫你同活噶，我哋學習呢樣嘢，因為呢個係佢目的，即係乜嘢都係呢個基礎嚟噶。如果唔係你冇勝利，根本就連我哋收啲親近主啊，嗱，我幫助佢約會，唔單止係當時得着祝福噶，實其中一樣好重要就係我哋幫助約會係影響緊我哋。更加容易啲，終日幫佢一齊生活。主要佢都係要學老婆學水。我今日想特別俾你注意呢件事咧，就係包含咗太多嘢禱告兩個字，就你幫佢心對心、心連心一種交流禱告，有好多表現㗎。即係唔係一啲嘅公式，話心再一次，話更深向佢，向住佢，好似花向住太陽打開，享受陽光嗰邊嘅供應，活喺溫暖裏邊。
被變化提升，但係個陽光得唔到返乜嘢啊？即係單向太陽供應嘅花，溫暖到花。但係我哋心好似花咁向主敞開，就咪單面。佢幾寶貴，就見我面，聽我聲音。咬書太寶貴啊！我話佢園中嘅泉，冇水嘅井，佢有享受，唔係單線。快禱告都唔係單線，唔係淨係你，好寶貴係有佢，有你幫佢。所以禱告時我講唔到嗰個內涵，太多太寶貴。即係話就你幫佢講一句心嘅裏邊嘅話，其實短禱，心裏幫佢講一句短短嘅話嘅大祝福。咁所以講嘢咪得句話咁簡單，有心喺度。個心唔可以用一句話表達到出嚟嘅。你就話主啊，我愛你。你話有幾多嘢喺裏邊啊？啊，所以唔好睇一句話，或一句話唔係一句話，咁講句話咁簡單，因為有你嘅心喺度，所以係有個心喺度。所以我唔係我淨係攞啲 information， 攞資料，即係睇聖經睇好啲純書，係要幫佢同活啊！睇嗰啲好噶，你喺佢幫佢同活緊嚟睇，佢教你。你聽帶喺幫佢同活中，你聽帶。你睇屬靈書籍都係喺同在中、同活中幫佢做一切事，就會唔同咗。咁但係如果我哋要幫佢一齊生活咧，我哋個心一定向佢活着，因佢活着就依靠住佢活着啊，為佢活着。我講唔到啊！我禱告好似將個心，哇！即係俾，唔係敞開，向住咁簡單。已經冇罪啦，但係你要再挨緊一下。有時又話點啊？錫一下，或者擁抱下添，唔係淨係冇問題。呢啲如果禱告就有呢樣嘢。心唔好睇少佢短。嗱，如果講我願意都短㗎，但係影響大唔大先？一個內容咧係，但係你講唔講出嗰句話咧係好緊要啊！因為包含咗唔係一句話，個話背後有嘢噶嘛。咁所以咧，點去禱告咧？唔好睇佢短啊，因為佢講出個真相，或者嗰句話背後嘅嘢係好厲害。呢個就我愛你三個字。但主就要問下彼得話：你愛唔愛我咧？唔係淨係口答噶嘛，一個話表達咗個心啊嘛。所以你重睇聖經嘅話嘅緊要性。一聖經唔係淨係得啲資料啊。特別咬書講嗰句話，佢他戀慕我，我問你有幾長啫？呢句為我捨己唔係好長，但係講出背後嘅事實就好犀利啊，好震驚。呢個寫得喺聖經度都係好震撼噶，寫埋出嚟。所以我讀聖經咪淨係讀到啲字咁簡單，你睇到個真相，即係背後有一個短嘅禱告咧，因為佢背後個真相真係好厲害啊 ，tremendous。所以你向你講一句話咧，實係佢影響緊你噶，因為太厲害個真相，內容唔緊要啊。填埋成個禱告咧，緊要就都係個內容。諗詩歌都係個內容好緊要，
譬如你唱首流行歌，我問你，你有幾多嘢？我問你唱10000次你都唔會得咁多嘢啊！我絕對相信你唱佢1億次，你及唔到我唱一首誰養父最深幾闕。我哋講，你幫主講句話都好犀利噶嘛？我主真係無限寶貴，哇！你要投我生命裏邊，投我今生度永恆裏邊，哇！或者你話主真無限寶貴幫你永遠合咗咯，唔可以聽得慣咗，好厲害事喎！一咁榮耀，我幫哇最深嘅聯合，你諗下唔係講笑嗰啲，識得愛係最深嘅，明唔明？咪先嗰種，同我嘅福氣係咪最大？幫我哋又真係最大幸福嚟。你就路德幫波阿斯結婚已經，你話爭幾遠先啦？幫佢16歲，我冇辦法唔掌管整個宇宙嘅根本就，我幫佢永遠合咗。咁道理唔掌管㗎，因為佢係宇宙之王。